有时候嘴巴燥燥啊，昨天出一下注油啊，没吃过呢。你有吃？而且生的比较有效，又挖洞给生的比较哦因为对这种有家暴的啦，做一些义工啊。好义工。啊，你讲没有？我刚刚本来想跟你求助的。对啊，因为他很需要帮忙，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饮食。妹哎，你们俩真的不是亲姐妹吗？失散多年的啦，比亲姐妹还要像。分散多年啦，刚刚在巷口才遇到的。所以你要偏个妞，我大胆假设嘿，做妈妞，哎，安跳哦。这应该不敢了哈。自己会 Q 自己 Q。不用假设好不好？切出来像什么花的形状吗？雪美花。对，像的猴嘞哈。哎呀，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夸自己。我要加这个。哦，长得就蔫嘛。有点害怕嘞。我们节目就是要拍这个画面啊。啊，我笑了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看住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。係中白跳。來到桃園亞特別，因為亞特別呢係客家嘅泰鎮，有發現到青島料理牛肉，高手出動名言，就用張媽媽就會啦。你口聽我老你標準做到安夠。因為張媽媽家嘅菜色會總是讓人意想不到。有些是四川派系，有些是港澳派系，它就是張派系。對，張派。自成一格，半天摸人影好了。我跟老你講哦，今日來賓哦，很好厲害哦。哦，他們用自家種的這種花果蔬菜，全部自家菜。你說花果蔬菜嗎？有一種客家腔嗎？我聽到了。好啦，已經厲害啦。好啦，馬上嚟分享到今日嘅評審先生，提前嚟分享到嘅係阿牛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氣，大家好。阿鳳哥好，大家嚟分享到係海龍翁志龍哥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朱條。哦，阿龍哥好。馬上嚟分享到鳳吹嘅潛水站，佢哋山呢係表姊妹嘅，分享到謝米記、老風雲記分享。分享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當中嘅宋寶倫，又強呢。對，政府係強壯，嘅髮飾美係強壯，身高也一樣。真的，連髮型誒美就又強。對啊。不過看下攬出嚟一片吼，係來自台灣哦，呢個係龍玉線到李秋香。大家好，已經見面了，染總好。來，我們可以係鳳吹亞特別，你哋係來自桃園嘅觀音係冇？觀音亞特別推薦嘛個好高好食好料嘅咧。7月22號，跟那個觀音有一個石觀音文化節，就是每年那一天會有一個那個以子以尼當外家，到伊的廟嗰邊拜拜啊。哦，原來。大家為你鬥鬧熱啊。哦，Q 那個4月22號啦，係在啲石觀音文化節，做鬧熱。係啊，不過除了冠軍之外吼，我小介紹，因為你那片菜題係台灣嘛，我哋推薦一下。唐公好，師兄係濕地係嘛？你那邊美酒哦。哎有哦，青島調味哦，做的長鳥哈，還有青醬的夕陽啊哈，還有水皮子。唐公嗰片墨海沒動到。係啊係啊係啊，哇！所以你看台灣你那片，我們但講係就是人家講飛機啊、國門啊，哎呀，還有在濕地，都在保留該種它有擺那種自然生態的該種感覺。哎呀，要環保嘿。不過接下來馬上就嚟進行體育館嘅挑戰咯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喺關地度呢，個個會拿出自家嘅秘密武器，既然係秘密武器，一定係佢哋清腔素嘅嘢出菜。先看一下風吹，哦，兩個係薑黃粉，一家中嘅，一家細嘅，一家毛嘅，所以100%嘅純嘅薑黃粉。借我看看，很厲害哦！薑黃，佢到中都做菜，所以叫佢時間。哎，幾年哦，中間下你嘛做要3牙迄個一定見苗綠鐵，落苗綠鐵迄個裝要油條好白去了。他們都愛買高原迄個裝做對白去了。而且嗰個蔬菜清滿以外，而且你還要養地力，對不對？種得年年種啊，對不對？係啊，愛揾味種。好。啊，薑黃有健康嘅食品哦，佢有抗發炎嘅功效。
你咪囡仔太忝啦，啊，说太多东西啦，身体感感就有发炎的现象。对，啊，你讲姜黄粉呢，就有抗发炎的功效。姜黄真然對身體有當到好處，唔過今日要拿姜黃來變化嘅料理，菜名係乜嘅？黃體飯，黃體飯，即係要健康哦，要興家望族推相傳。好誒，加樣式落去就會有黃體面咯。哎呀，家望族身體健康啊，大家都歡喜呀。跟你說，兩位評審，你們不是想要皇帝命嗎？知道投誰了吧？哎，对。好了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來看一下咱出的一篇，厲害啦，厲害啦！一豐富的東西到底係乜嘅咧？秘密武器係做馬雞。誒，那唐公你做馬當厲害咯。啊，有客家人吼，像芙蓉做馬吼，來煎肉啊，過年時間吼來炒。誒，個當香，還有酒香喺度。哦，啊，你也係自家做嘅做嗎？係嗎？你下窗戶跳擺媽媽佢會教你用先做啊。啊，你自家咁學啊。哇，你一梅頭係媽媽嘅味道啦。啊，喂，那你啊做馬雞啦，我做馬嘅料理咧。做馬雞。紅白機啦，睇白大家有搞過嗎？有，我都玩 Switch 哦，也年代不一樣。等一下哈，體育館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先從馬上開始倒算，3、2、1，場開始。開始咯！我其實呢最喜歡這一關了。為什麼？因為憑實力。哎呦，因為給老家不開料理了，有的時候料理紅綠燈有沒有？會把原本會做菜的人就是變笨了。哦，对。因為給他畢竟不是廚師。對，他們仍然是家裡面懂會煮菜嘛。我哋一關咪動難拼啊，因為係國家冇窮用嘅梅。他們有備而來啊。對對。全部正拼。對，這一關是平手是嗎？沒有，皇帝命。哦，對對對，皇帝命。做馬該走在走風體咯。皇帝飯。我們應該稱兩位娘娘吧，吼。哥哥。哥哥。那講就姜黃和就姜媽。姜媽嘿，姜媽嘅味道咪冇同樣哦。這個鮮米記。你那個豬油切出來，該不會要先煸吧？要先煸。我超愛豬油的。這一次來外號叫做陳明豬油。看是誰哦？他都用這個，他不買 SK2 的那個豬油啊。對，所以枕頭套每天都要換的。哎，其實豬油好像人家有說可以，有時候嘴巴燥燥啊，直接出一下豬油啊，當那種護唇膏的概念。你都這樣嗎？你有吃過嗎？這樣嗎？可以吃過呢。你有吃過？而且生的比較有效。挖洞給生的比較有效。可以看正批嗎？色彩好嗎？櫻花蝦嗎？櫻花蝦。還有那旁邊那個。這油蔥酥。油蔥酥，干啥的？個姜嘛。姜嘛，枸杞。古個蓮子樣板。蓮子是愛觀音嘅在地嘅名產哦。你看，又融入在地。你們倆真的不是親姐妹嗎？我們是表姐，失散多年的啦。比親姐妹還要像。失散多年啦，剛剛在巷口才遇到的。OK。不用意思的油變油要較夾。哎，馮月娜嘅，我家下要發現到以前時間呢。係係。咁因為時人啦害了工作。我媽媽係講時年，我爸爸講害了。去龍沙誰都不讓誰，所以愛做乜嘢做，龍沙做係合得到。名副其實的混血兒啦。對啊，爸爸講哦，我真的很喜歡編這個。我幫你。要本給調。對不起，這很療癒耶。先不用動它。聲音對不對？對。他小時候床邊故事都放這個的。真的。白噪音，白噪音。你呀，作為有點就是衝你個澎湃的糯飯是嗎？係啊。你要料可能都集中會看到，但是加薑黃粉來提就白款。一定很漂亮。對啊。好，我們先過去哈。好。抓一下時間哦哈。好好。哇！這是什麼？百合。百合。哇！風這條係做嗎？一拍這條係百合。哎，你們做好快哦！哎，你來小改一下，給你來賓哦。我們幼稚園的園長宋白玉來狗。對，園長好。園長好。大家好。但是想問一下，你為什麼要拿幼稚園的刀子來？而且他還拿幼稚園的花。比較順手啦。所以你要真嘅係有時間帶落嘅啊。係啊，有樣。哦，好幼稚。做媽咪又球咧咩？哦。你有用一些米酒，感覺體會會較強啦。對，豆子比較脆粒。比較脆粒。
我啱去發掉書件哦，好好都小解下那個小朋友。我們的秋香姐哦，去動用愛心，因為對那種有家暴的啦，家扶中心啦，係嗎？做一些義工啊。好義工啊，你講沒有？我剛剛本來想跟你求助的呢。對啊，因為他很需要幫忙，他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飲食。那你想皮膚你有沒有安活？對啊，一直在近看，沒有毛細孔。皮膚太好了，是風軸，哎，它真的是紅麴很好的東西呢。有酵素嗎？還沒唔知，反正細細時阿媽媽根本就會太過慢慢哈，會按漸漸拿嚟吹來整啊。所以你要有調味嗎？哦喲，可能有大概10用花類呢哈。哎呦，三色堇，該不會是自己種的吧？係啊，係啊，人種一自己種法，有呀。哇，該發做得食啊，食用花。哎，走，這個也該不會自己種哎？哎嘿，哇，有點幼稚園的家種哎，小朋友種哎哦。嗯，好，先幫你皮了一下。好，哦，開水係嗎？哎，水，加水。謝謝。好香哦！我可能是叫做乜嘅咧？佢當場嘅台式嘅燉飯，係嘛？對耶，因為做糯飯，哎，糯飯，啊，個水係向過水嘅，係向第二下，第二向了白河嘅哈，你們聞到很多水落去，這個味道。係啊，要不要黐條油啊？唔是條油，條油放落去後，你要翻磨完薄，會變成不一樣顏色，就比較做黃金了。放你秘密武器落去攪攪誒。咁咪做咩平常多做嗎？差唔多安尼攪會勻就好誒。哦，先攪勻再放落去哈。你需要秘密武器嗎？要哈，手套。秘密武器。來，秘密武器哈。還有攪什麼補血的？係，它冇很好用。個筍棍是做啲蛋腸出嚟哦。要熟嘅哈，我炒過吧？炒過不應該味就咪好食。本佢嚟炒，係。為什麼要本佢嚟炒？哎，這是冇搞中央啊，就像是翻幫菜中央啊你啊。做啲先來炒啊。哎呀，用水落去。哦，用過水啊。用過這個香味給它爆出來，等一下飯可以吸這個湯汁下去哈。OK。就很香了。全部落去。那為什麼順廣州唔得食不用落來？係啊。個不用冇攪動啊。順的，係順的，糯飯係糯飯，糯飯放順的。嘅。哦。意思講要係主食嘅配菜啊。係啦。個鏈子啊，不用蛋糕。夠咧哈。係，這正熟嘅，根本上嘅哦，上嘅鏈子哦。按用凍火款呢。真的。其實薑黃對身體真正凍火，你可以錄音噶，準備嘅浪片呢，做啲豆血嘅豆。因為叫有血帶，梗係薑黃素才會帶出來。炒一差唔多誒。差唔多。單夾薑下就好誒，對不對？誒，夾薑下放到鹽。好，誒你看咱吹了。哇，好香哦！很香哈。挑梅要用乜嘅？還就一煮的酒，一滴的水，一個鹽，安是做得的。因為鳳爪本身哈是放到梅頭嘞，你可以不用太多梅頭哈，到給鳳爪的梅頭壓落去哈。哦。可是你看看他們的杯子。哎呦，哎呦，這誰這麼浮誇？這樣，又犯規了，這老公會好薄，節目效果先。啊，怎麼改？我摁到松柏就是薄籤嘛。你是用菜跟我表白，我會害羞呢。所以我都不敢看你，我不敢看你。對，就用梅哎。有嗎？有哈。很香啊，有到了。有。那個焦糖的味道也出來。真的有。看看他們的杯子，哎呦，哎呦，這誰這麼浮誇？等一下我中落去血了。會有紅酒嗎？來電手口來拍。來，我知道，這樣，來，這樣。又犯規了，這老公會好薄。節目效果，節目。好咯。等一下中落去是好嘞。要擺盤咧，啱啱擺盤你當啱對看嗎？哦，我擺盤咯。該飯酥冇攪落去哈。該飯酥哦，一個裝飾哎。擺盤設計擺石頭哎。嘿。哦。比較有藝術天分。藝術分工好了啦。所以有紅色不用下薄，然後前幾身嘛，該嗎？都可以。是不是又要說幼稚園種的啦？不該講錯了，才對。對吧？番薯。哦，番薯。哦，原來還哦，就像一個飲料一樣，調酒一樣啊。錯。發搓搓。
哇，好厉害！这个美观的匍匐来尬分哦，一定哦。好了，刚才立修写了兜酸了哈，好厉害，谢谢。天草马松可是兜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吃看呐。体管地度南部卡嘅香素料理，卡参掉哦。哇，来体把看到两组的料理，你们看看。这很像是美丽的花园的颜色配色哎，很得选的用个啥对啊，来，我们就先来吃看风吹的喽。哦，有好吃到大象的声音呢。有哎，你看冲了 MD 个用风烟咯，很好食的，它不会抢味，店都系正价跟糯盘哦，跟用梅。而且呢，而且个私房的竹笋干有冇？笋干要冻好食。Thank you， 各位料有懂得，我了解为什么叫皇帝饭呢？皇帝上有按后面，这个是都按茶法。冻好吃呀，那冻好吃要竹笋呐，吃起来很有口感。真的厚切的，有肉的竹笋干哦。哎，冻好吃。两套料理地百度哈，除了有糯盘嘅香气咯咸之外，还有甘嘅甜，韩国就加上个灌进嘅特色，就系个莲子啊。我觉得全部的概念非常的完整，没动好选。有给我买米西，挺好，很搭配，挺好吃，挺不臭哦。学那个风水嘅种糯盘之后呢，然后绕墙所有的来宾哈，一起来举杯，好不好？Cheers！ 哎，干杯！祝福一家之主长虹喽！哦，来1、2、3，干杯！哎呀，番薯做的什么？做的，哇！呀，做嘛都好吃了，超好吃的。外面看起来很像调酒，对不对？大底都是起来呢，给米头这本有拉米啦，懂好吃，而且也很有口感。你看那呀，天味切这个百合也是脆的，哦，规个咖喱真嘅种沾的，很好吃哦，真的。到地嘅客家菜，地百度嘅做嘛真紧冻又美。唔啲係因為攞一個字簽甚至攞去路洞洞嘢嚟嚇，唔係，原因是嗰啲，原因就係因為係，家下學到很感動哦，係咩？太好食咧！還有哦，給它地百度嘅百合啊，用這種紅白的管咁樣走起來，咪動厲害，真的很想唱南屏晚鐘了哈！我在4府恩陽辦拼負呢，也給了款哦。鏡頭嘅時間馬上就到誒，先嚟唱齊師傅唱本書。好，咱推這個本。過來看一下舉兩個搶本附屬。耶！齊師傅唱公平。好，我莫不該紅隊真緊講大餸。我本來想講應該薑黃凍有創意料理，哦，吃正常點嘛，應該薑黃粉不用強做了，下手太重，叫梅頭全部被該薑黃粉蓋住了。因為條其實你咪做得像個筍乾啊，讓個炒下香到。你咪做你個班做，其實講哦，應該有筍乾的地方，你咪做得較強下。雕坑啊，是凍完美的，是正常。藍隊曾經講，佢個做嘛哦，做嘛嘅蓋啊，哦，做凍好。尤其係個百合，我想講，佢百合按夾落去，唔是到摸強嘅梅頭，咁個摸哦，吃起來有嘟嘟吼，個體味咪脆脆，誒，凍好食。話啊，兩個都公平。做嘛嘅真係做得凍好，但係無線藍隊嘅演員係因為我較注重百合。所以就有些切哦，因為我家出到去嗰啲粉冇帶切，喺我度做嘅話，我度百合味，你唔可以先用油，要炒嘅，將個順湯，但等東西全部炒好嘅，百合再落去，要翕一下就出來，所以就還會切甜，因為人家切了雖然有甜，但是冇切時間按甜，好，所以我冇現在來吹，風吹那邊呢？說整體搭配攏懂好啦吼，但是我一直建議啦，筍乾，而家筍去甲做嘅有些酸筍嘅感覺哈，酸筍跟唔拉油跟香味嘅吧，所以要可能較單調一些咧。咁我建議咧，你講要煮油泡啊，或者係煮油較皮嘅有嘛，到個切咧，煸較早啲嘅筍乾咱落去再翕一下，可能香味就會出來，是咧，我要做一些建議哈，謝謝。兩組都個個得到1分哦，不過三號來看一下，今日顏玉鳳師傅帶來乜嘅4個料理，我嚟嚟睇住個分享咧。日日出開菜。
好。 热烈掌声！没错，要献给我们起司夫，给你带来的菜名系嘛该？松柏千里。哎呦，就很懂哎，你要什么？这叫排队呢。本来这一道菜比较正式的名字叫松柏长青啦，然后把它改良过，松柏千里。啊，怎么改？我按到松柏。松柏就是柏是柏千嘛。啊，千里是从柏千安源是千里马的故事啊。哦，你是用菜跟我表白，我会害羞呢，所以我都不敢看你，我不敢看你。对。哦，一般是用讲松柏长青是用台湾美做的，啊，基本是用韩国的大白菜。那也差大小差太多了吧？韩国大白菜哈，啊，了是香菜，香菜唔敢是的因吼，就咧用小黄瓜啦，吼，小黄瓜，啊，了条干，松柏长青地部没有条干，哦，那什么改咧？啊，了是恐龙蛋，啊，了是蜜梨。 哦，啊，了是鸭胸，哇，这个好吃。了是鸭胸哈，了点个有熏香料，用去熏成熏的樱桃鸭。哦，熏樱桃鸭哈，啊，了是松露盐，哦，首先又要了哦，先切了哈。我先把豆长落去煎，它给熟，让它油能够逼出来。哇，批冻喷哈，哦，因为哦，松露盐。哦。 个背面的本机，点本机有梅头啦。所以你要头传讲烟蛋和按到松柏长青，松柏长青就系用鸭胸来做。是一般系冇用到鸭胸，因为鸭胸系有一个人特别喜欢吃啊。哦，俺弟讲嘛。哈哈哈哈哦，了哦，可能要批剩下一件出来。条干哦，对半件破过。人家松柏长青跟烟蛋用的用系蛮敢用啊。肉丝品。 哦，那我还是吃鸭胸好。哦，全部可以切细切挑，切细切挑哈。鸭胸油已经逼那么多出来，你看，好棒哦。然后大白菜又啊，哦，叶子部分做的哦也买。给张伯谦他喜欢。做的生菜可以吃吧？做的熬汤啦哈。哦。啊，我基本是用梗的部分停哈。哦，这下太片哦。哦。哦，我一下切部分啊，该不会要抓盐吧？哎，操，哎呀，哇，好漂亮哦！我水头给你剪哦。那鸭胸可以不要吃全熟吗？怎么的？哦，鸭胸我全熟。哦，哎，应该变面虚啲咯，你温度下赖有降低，因为你鸭胸要好喷，还唔好煎哦。啊，像你时间锅盖没做在砍的，好。 这个我来没问题。有帮忙的人可以多吃一点的，不好意思。没有。哎，这样子盖着又要给熟成度好高。啊，像安样又啊，那都要走上盐巴。用松露盐吗？摸，让它不一样的有层次的。有层次啊。然后又要再给做个哈。这味道也不给出水。哦。应该做差不多做10分钟。 哦，因为时间的问题哦。张伯谦很会抓啊。哎，这可以有帮忙的可以再多吃一个。有时间的问题，应该俩是变好嘞。哦。10分钟是变安用饮用水，然后去洗的，洗用水沥干是变安用的，用菜。哦，安豆哦。演习不是也是你的偶像？我是他的粉丝。像你的时间又要铁罐放下落去炒，放去炒，放个鸭油的梅头，一层一层的梅头，你表到个金黄色。 哇，好赞哦！哎呀，白条福高的时间用的是基本上啊鸭胸的油啊。有啊，俺这道菜有辣有酸啊有甜吼。用阴线用用。阴线吼。有啊，哇，那个鸭胸啊，只有应该还松露盐跟梅头甜，其他的冇落去卤。冇吼。好，像你啊，爱做一个动作是烟熏料吼。 对。那要煎到几分熟再进烟熏？大概要9分差不多哦。很熟哦。哦，俩是按条的。像一般底部开始时间是做那种该茶米菜、茶叶、烟熏料哈。这是什么？面粉，中筋面粉。哦。干嘛要加面粉？要给它有熏的，熏。哦，我等下做一个熏的动作。啊，然后还有通。啊，加通哦。通让它给它颜色会上去变成。 黄色，就像我们在烟熏鸭、烟熏什么东西，好酷哦！所以豆腐卡迪都可以自己 DIY 烟熏呢。我等下3用1号，好，快薄。呛焖一定要中筋的嘛？面粉是做的。它让它有烟。有烟，对。烟呐，要那个烟哦。都给铺平烟熏的动作哈。
它那个茶叶是随一便的层锡箔纸，我看它还花瓣改造哎，改造哎，而且它是坐飞机回来的。哇，用鸭胸油爆的豆腐干一定很好吃。还要熏过。哦，这道菜太厉害了。底下是恐龙蛋。 这很好，恐龙蛋哦哈，我们先关火一下哈，因为这道菜工序比较多了，所以哈，好我们就放下去就好了。好烟熏，让它快火一下，让它有一个熏的味道哈。我们看下加落去腌制过的白菜哈，啊俩用出来没剩饼块，哇啦哈，这一定很赞呢。好，啊剩饼方便，等下会走寿司的哦，走寿司，等下是。 100cc 的水配一个100克的蜜梨。哦，啊，从了落去天气落去好了哦，是款机，不是，它等下会冒烟哦，哈。哦，等下也熏，水了，味道出来了。水还有通，哦，通3克，啊盐巴适量，哦，盐巴没爱哦，就是调一些味道，它还有梅头了哈，哦，3克，对吧？ 等下果汁机咪做一打，哦，冻酱的色的，还有，你看等下鸭油哦，等下是变化银盘，哇，我真的是大开眼界，有鸭油的味道，有松露盐的味道，好像在5星级餐厅哦。它在冒烟了，就代表它在熏了，哦，它在熏了。就用梅哎，有吗？有吗？要不要闻？超香的，要摇滚区，那是秋香吗？比秋香还香哦，真的很香。 有哈，很香啊，闻到了。花瓣有，那个焦糖的味道也出来了。真的有。各位观众，这个盘子，哇，看到都想发表得奖感言了。哇，中了，硬中呢。看啦，哎，下手哎自己种的，对，家种哎。凤英姐，你背后的身份到底是什么？你是不是山主？ 是农场主人，所以你要偏个牛，我大胆假设嘿，做妈牛，哎，安巧哦，这应该不敢了哈，自己要 Q 自己 Q， 不用假设好不好？真的很香，有哈，很香啊，闻到了。花瓣有，那个焦糖的味道也出来了。真的有。 我们这边是摇滚区啊，味道都往这里来了。香水哎，大盘店的虚街咯，那个茶包没丢脱，就拿来熏鸭熏鸡。各位观众，这个盘子，哇，对啊，哇，又是看到都想发表得奖感言了。它有开始冒黄烟嘞，差不多时候嘞。怎么看黄烟呐？它颜色有黄烟的，有啊，啊，有哈，哇，好香哦，安烟是差不多，有啊，你看比了有花香。 有啊，有，就是放的茶叶的问题哦，茶米茶的问题哦。啊，我们是做对了，俺是做对，是熏冻球系嘛？是，好，少哦。哦，哎，那你刚刚熏的时候很肉见落去哦，有点差吗？肉朝下哈。我真的是太赞叹了耶！哇，嘟嘟洗风针，哇，漂亮，你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。 是会安用个熟铺系最好食，还有点 juicy 安用。好呀哈！我受不了了，我们等下可以不要等到凉了再吃吗？俺安用切安用时候了，因为比较怕那下精致哦。啊，寸下咯。这一片会被张伯天偷走哎。好，了是搅搅了哈。哦，哎，松露盐的味道好重。呀。哇！漂亮漂亮。那这个酱不是尬，不是烧的哈。是因为它可以生，就像果汁一样啊。哦。看过两头锤，它也是减脂期间没走对学的。你减脂期间你可以就不要吃了吗？我只吃这个。我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它。因为几乎每一道菜你都说这个减脂可以吃。我觉得做完都瘦了这样。哎，豆芽还动用呢。太厉害了啦！哦，很香到。哇！还没完成哦，还没完成，最后一个步骤。秘密武器。哇！硬中了！还没。安逸杀一杀。哇！直接敲下去，就这道菜就完成了。天哪，要哭了！好 ，OK， 好。来，都好嘞。松柏千里。安阳就后背啦！
其实不过今年黑太感动了，因为呢，张国华提亚嘅公布金钟奖第57届，我当主持人柏谦得到金钟奖，所以给就 TPS 组为亮出料理来祝福，我们也祝福大家。睇下吃吃看呐。我真紧唔盼得选呢，做咧大专戏吗？哦，我是爱先问问题好咧，假使真紧也不靠，爱不靠好，摸那蜜梨哦，用个啥的？摸蜜的时间因为昨天用个水蜜桃，另购没做得。因为很好学的。它这个哈，规搭配起来呢，十分的协调，而且你会觉得说太惊讶了。它就是简单的用一点点的用水果去做调味而已，其他呢就是食材简单米头。然后很开心，我今天学到怎么样做烟熏，以前我都没有加面粉，现在终于知道有加面粉容易，做烟熏。个人不是很喜欢鸭肉，可是我觉得这鸭肉真的很特别，好喜欢，从此对鸭肉改观。你一套菜吼，真正非常的用心嘛。如果您看第八度嘅鸭胸吼，佢本身啊嘅食材吼，可能食起來有嫩嫩，不過那個果醬強下食哦，反而店都變咗較清爽。客户講咯，很好食咯，有個鴨子的有個米絲啊，很讚哦。其實鴨胸肉哈，鐵動論，天然咧有松露嘅香味，又有煙燻過嘅米絲，佮加上呀水果嘅酸甜。正然就會充盈一張人生，酸甜苦辣全部就以為感覺。當然，因為整體搭配非常的好吃，非常爽口。有些师傅呢，其實做倆出吹哦，沒法卡久的時間，其實也像是代表着大3年呢，都是自己人生當中的這個金獎得主。故事呢做料理，每都會講人生的故事哦。而且一畢業，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百變料理網。兩嘴愛喺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關唔但淨係比美食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愛嘴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網，一家之主，等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聽聽我哋強下去睇一下到底第八度係乜東西哦。好，第一隻體驗就係你做串點第八度有。也是第八度沒有哦。好，第二點嘅體驗就係，大3年老無論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愛。大家有想法了嗎？還是我直接揭曉了？這個，你愛的苗栗版的還是一般版的？一般版的。很勁強呢，就係熱狗。好厲害哦！真的厲害呢。好，不過豆帶牛慢變化嘞，走串點。我以為你要我說豆帶牛奶團呢。你不就是直覺？因為我就會點這個。哎呀，手串點就挺我點啊，加tomato醬是東好食的呀。對，這樣怎麼做變化哦？阿鳳哥先來講看好嘞。所以做糖醋是做得嘞，糖醋是做東好食的。我先剖一下。我要分給開發。像那個章魚呀，小章魚，嘿嘿嘿。兩個一定好好厲害。做甜點，做甜點。那可能我想要做披薩沒做得了。嘿啦，就是上面的點綴，對不對？不過我喺做幾哎呦做飯最好吃。棉花糖還是刨冰？不是，那外面裹那個面糊啊，韓做在加飯那種薯條啊，太肥了，就那個就好嘞。第八度韓做在加起司啊，太肥了啦。好啦，該下時生應該全部總得用哦，觀眾朋友做啲小朋友還有其他買變化。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好，我用一個小熱狗來變化做料理，鳳吹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叔叔花開了，叔叔花開了。米龍沙，這係米龍沙叔叔啦。你啊，你也沒啊。好期待都帶給做黑馬杆，你看第一關又有點賣個關子哦，猛踢翻。這杯米館又是叔叔花開了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咱水那裡啊，成日叫做乜嘅料理咧？嘅菜名按到熱狗番薯乾。一結合你剛才就講的飯酥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好可愛的園長。好可愛哦！而且我看到他又帶了美麗的花來了。係啊。好啦，兩嘴都準備好先，
烟草马上都酸。3、2、1，抢开始。哦，走得开始走嘞。那个热狗都在黑马给做的啊？它应该是属于用植物肉去做的，而且它哇，你讲对了，讲对了，然后圣光出来嘿。啊，所以你讲植物肉基本上系摘菜哦。大豆可以做诶，大豆它里面有一个卵磷脂嘛，也是会有添加其他动物性的可能脂肪啦或者什么在里面。我好笑些嘿，它不是狗肉啦哈，绝对不是。红线的，哦，你绝对唔咩啦。叔叔，嘿，所以你到底下要用食材做出法，嘿，哇！等下看到就讲，晚辈尊敬长辈啦，叫叔叔吃饭喽，叔叔花开了，花开了，花开了。啊，叫阿姨不行。不行，因为叔叔一定会打阿姨。叔叔，我们是用2个薯嘛，用饭薯到马铃薯。那饭薯可以给水灵云林那个水灵的地瓜，台57号，黄色黄黄，吃起来烤起来很好吃。然后我们今天用炸的。哇，好。有没有香吗？你不是要炸吗？煎的哈，如果你泡泡的哈。泡嘿，这样泡的冻结。对。会裹粉吗？会呀。他们绝对从泡菜啊。嘿。然后我们还是会加我们的秘密器，第一关有剩下来这样。该给橄榄吗？嘿，我们橄榄吧。橄榄，嘿，走酿的一个蜜饯，一年酿过的蜜饯就是这样。自己走哎自己种的，对，自己种哎。凤英姐，你背后的身份到底是什么？你是不是山主？是农场主人，破例啊，系啊，哦，差唔多咯。我嘅大胆嘅假设吼，等下可以嘅法口呢系热狗法，热狗法系小张鱼啊，这不然呢？蒜酥饼吼，落个酵素啊，酸甜甜，老少咸宜啦。接下就一个品选就讲，你都个姜黄梅吼，当冲的，你要把就挑紧吗？我们刚才加超少。其实我觉得刚刚的。嘟猴啦，对啊，是谁说我们姜黄？是谁？练玛莎。徐师傅。对啊，这么改不？今天放多少都没关系。尬是好猴啊，走封底呀。对啊。好，我要改片了哈。前勾一哦哈。好。这是什么？早餐的吗？可以这么说。你要用蛋饼皮。对，哦，你要做老皮哦，用地瓜来做那个饼皮。所以你真嘅跳加想法做披萨啊？咁唔係披薩嘅，叫煎哦，寿司，地瓜寿司，我用苏许嘅。对，那边的衣服快洗好了吗？我该上。他们洗好哈。对，还动种子你要加发。这个是可以吸花蜜的台下地吗？哦，还有 boy， 扶桑花是走在台东尼贡党啊。你了表嘛改？有啊，烧焦了，烧焦了。像这种讲不要讲出来，都会帮你剪掉。所以你要偏个牛，我大胆假设嘿，做妈牛，安挑哦。这应该不难了哈。自己会 Q 自己 Q。不用假设好不好？贴出来像什么花的形状吗？雪美花。这样子好嘞哈。没呀，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夸自己。不要加这个。哦，长不去蔫嘛。有点害怕嘞。我们节目就是要拍这个画面啊。啊，我跳了。嘿，马英好学苏许啊。哦，我挺好吃。可是我看这些跟苏雪雪吹莫买穷容呢，会有夏威夷风哈。一个问题，热狗煎过好吃还是要有炸过？想清爽一点。煎，用煎好清。好。对，很用破的油啊，叫油温不好控制，就白快来。哦。必须用多吗？如果咁用哦，冻单款嘅咁要熟哈。该冻得落去是做对对。可以冻得底。哦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下给我冻上来。好。哇，俺冻上该拌酥饼呢。真的是叔叔，花开了。等下看到会冻饭鱼呀。哎呀，啊三角形系味道嘛个？它要摆出一朵花。嘿，不用出去追花用。系嘛？系哈。系啊系啊系啊。这个花要怎么开？我们看一下那些秘技。最好是对称，
那个花才是一样的哦，好一边切哦，切左一边切右这样啊。哇，你看它，那这个切出来像什么花的形状吗？雪美花。对，这样子好嘞哈。哎呀，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夸自己。应该他们那工具两种的饭蔬啊。对啊，有马铃薯啊。哎，姐姐，你这怎么放进来？这还没有开花的部分呢。开花的是另外一个。而且还要切个开口笑哈，放那个橄榄酵素做成的橄榄，然后就让它开口笑。在热狗饼落去就会可以发嘞。啊，怎么个分两种？哎，冇共用啊，发冇共用啊，也冇切发，也有切发。那你的调味姜啊用嘛干？用橄榄酵素，酸酸甜甜的。哦。嘿，它就有一点像那个梅粉薯条啊呢。哦。其实火锅的东西吼，放在蒜的里头冻。哦呦呦呦！哦。会有一点变乌章鱼。我们是在上色。蓝白那很像。哎，爱嘟嘟啦，擦擦啦，要水滚了。要水滚嘞。好，薯条。好。做啲咩嘛？马浪酥。哎。怎么个陷阱水咧？哎，两下脆。我了通一下。哎，通一下。淀粉先帮你走一下。我一滴呢。拜托。好，我们先过去了。好，同改片哦。啥好会做嘛个？啊。哦，叫吃饱啦。吃饱。啊，手向阿姐。啊。银宝也虚接了，昨天少改一下。我跟你讲，他们的酱超厉害的。生意哦。哎呦，现不你弄好嘞。哎呀。哎，哇，好漂亮哦。很像披萨薄切的，其实你要偷出来东京酱哈。对啊。好厉害哦！这个等下是做韩娜寿司包进去，然后切就好了嘛。我会爆鱼来摸炒。哦，小黄瓜。对。寿司是挺爱食的瓜。是有卤沟吗？有啊，有。卤汁系吗？就看来咱们哈。另个。另个。主人的芳香摸恐龙哦。又买正差。叫煎鱼都好煎啊！哦，好，我们先来去红队看看喽。好，哇，在摆盘喽。对，妈妈，它又手工。要当上个心太软的哈。对，也有点像槟榔啊。嗯，开心果啦，开心果，哎，开心果，哎，酸酸甜甜，等下是做啲的。那我会破果了，冇挑梅嘛。哦，等下酵素淋落去哦，酸酸甜甜。所以大家全部夹好就好食，哎，再把那个橄榄酵素啊，先下去就好了吧？那我们就要先来去开心果，再看一下红。好，红金牛斑煎好嘞。哇，冇粘性哈。嗯，我要加这个。哦，长得又黏嘛。嗯，冇舍赋予重该保鲜膜啦。有点害怕呢。我们节目就是要拍这个画面啊！啊，我蹦蹦跳了。走对啦，唔会惊。梦一食到该蛋皮又要切贴一点啊，去该海苔煮到水的时，这基本腌起来了。哦，还没做对啦。我们先去倒数哦，好。天草马上开始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要吃吃看那呀最杯米馆，优雅嘅小热狗编制料理，来煮卡蘸掉哦。好，优雅嘅小热狗，睇年设置度好嘅呀嘅食材来编发，风吹嘅係叔叔花开热，睇起啊，叫我来吃吃看哦。叔叔咁好食。哎，你就包橄榄真嘅然好食，因为橄榄呢酸酸甜甜的，这样子热狗本身就调味调好食，叔叔含酸甜，这是真正的含酸甜，而且好清爽哦。在皮亚牛的吃法，画面也很漂亮。你来吃个东西是这酸甜哦，不会很腻啊。对，不会很腻，因为热狗本身哈，蛋肠其实冻跳，尬爽跟橄榄里头哈，酸酸的很开胃，然后我觉得加这个。橄榄的酵素哦，变到比个普通的蒜丝来讲吼，个层次感好多的，非常好吃，酸酸的，去掉那个热狗的腻味。你下完食一下蓝水的鸦片的苏西卷，哇，它这个手卷呢，也还懂得做编发，也很清爽，
当后生，对，很特别寿司的那种感觉，对，而且包得很扎实，很扎实，嘿。然后透出来吼，应该用个两片嘅料理吼，是吹全都冻澎湃。不过因染水哦，老手越写出来爆到香下，对小朋友来讲吼，是非常学简单，但看起来仲好声音。到底师傅用慢评判嚟，给来看咯。镜头的时间马上就到诶，齐师傅抢本分数。好，耶！大家来看一下阿亮哥抢不分数，香港的风吹让嘞，牛蛋啊！公平。今天的主题是热狗，我刚刚设计的每一个热狗都有表现出来。热狗三重奏，既有凉拌的，也是都涮，哦，也是都涮，有红果是个用土的原味，又有焦香味。韩国又倒回来吃这个芥蓝爆盖热狗，对，我是都动好是动有创意啦，哦，其实应该没动斟酌，应该对两个动斟酌这样，你走得动哦，是在那个你的热狗煎下摸煎到暗香啊，给梅头是但其实本来是都是热狗摸该焦香味，摸该梅头。好，阿亮哥来讲评看。我先讲冷水那边，想法汹涌啦，就是主题迄热狗。因为热狗像单调一些，就煎油芥末啦，叫做香味出来。假使爱做的话，可能会同样我来做其他种调味啊。因热狗要切油油的，煎软加下，不用地瓜加姜下，不用我留乱条条姜下落去煎。所以我讲伊想法本是建议啦吼。我要先风吹咧，就是讲，就像徐师傅讲的，就是三重奏啦。本伊就建议啦吼，马铃薯去可能通常揪一些。再较脆一些的，可以加一些的较翠绿的水果，比如讲苹果没多的，各位个芭乐切丝切条来搅香啊，可能人家口感会更加好，因为人家酱汁黑橄榄也是水果，所以会非常的搭配，也不一些建议啊哈，谢谢。神农两位师傅实力相当两组啦，唔过马上就来颁奖喽！耶！好，经过非常激烈的比赛过后呢。成绩已经出来嘅，风吹得到3分，蓝吹得到1分。先来恭喜风吹得到3000元的加菜金。好，稍来看一下蓝色的鸦片，200个登录吼，哎呦，这个蓝色有没有有质感吼？没有。瑞士进口经典蓝锅具组2扎送不你的哦。哦，都恭喜哟！第1名跟第2名都非常开心啊！先来问看哪里嘅风影季，礼拜来参加嘅看动场。系啊，当番啊，偷拜来做录影啊，很紧张又很兴奋的心情哦。又学到师傅嘅怎样烟熏那个阿强啊，青苔的收获啦。那你把我过来嘛？哎呀，这样就姊妹来哦。好啊。前面去咩老太太分享一下。哦，今日当番去哦，爱讲伊咩？给是讲阿伯爱提名嘞。觉得还有刚刚师傅有说哈，吃出我热狗我很用心里面的3个层次，我就谢谢师傅，真的是师傅谢谢，他是你的知音了，谢谢，有请。再看一下蓝色的鸦片哦，咱仲系天摆来哦，你摆落送摆就买冇强用嘅，心得啦感想。哦，我代表了高哈。哈好高哦，师傅哦，高哎高青豆啊，好多青豆，值得。要值得咯。记得嚟太原哈，嚟高了咯，哈。节目又问一下秋香阿姐。在福建人啦。哎呀。已经摆得为酱啦。所以你到底要公布你的皮肤秘诀了吗？我没有什么秘诀。爱学做嘛。哎呀，你看秋香阿姐吼，终于了在地步的吼，金命机呢。有哦，哇！徐梦一来那个节目哦，你发现我的不安了是吗？哇！徐梦，谢谢徐梦医。好，兩組呢，今年都表現到10分鐘的，就發現到平常看起來哦。動作師的都係食材，基本都係加上人創意就有新嘅菜色。係啊，所以朋友做得來那個節目感受一下，冇強用老福卡煮菜，完全冇強用嘅感受啦。日日都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依家資助等等你，共下來到也到邊，分享人嘅料理故事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